緊急照明，具備2小時 T8 應急照明燈管，安裝接線圖雙端接電 ，B 型無開關電掣接線方法 ，L1 端電極連接火線 ，N1 端電極連接零線。產品適用在工商大廈、走火通道走廊。C 型雙端接電家電燈開關 ，L 電極針頭接火線 ，L1 電極針頭連接開關 ，N 電極一端接一個電極針頭，另一電極針頭接空。C 型接線方法可以控制電燈開關。用途適用安裝在工商大廈走廊、住宅走火通道等。可以作為一般照明使用。聯絡電話：91808452。